最高興就係我哋可以同一時間，我哋可以有咁多位嘅車主可以同一時間出席。有啲咩問題可以隨便發問。今日我哋一齊做呢個創舉，就係全世界最多電動 SUV 同時進行遙控泊車，創造呢一個世界紀錄嘅。好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現在我宣布，總共有38部遙控泊車世界紀錄成功！祝賀你哋，祝賀你哋啊！